水，做有气力有无？好，来，咱来请问那回顾进程，咱同心来祈祷。这是个要你的信心甲愿意的，亲身教示，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佮帮助阮会当行做出来，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经课表的经文来到哥罗西书第3章第12节到17节，12节到17节。一开始，伊就讲到，保罗甲哥罗西教会这使徒讲，恁是上帝的选民，是受拣选的，你们是上帝的选民，恁是互上帝所拣，互上帝所拣，上帝的选民，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吼。伫旧约敢若是咧讲什么人？看下这，敢若咧称呼什么人？以色列人吼，因是上帝对万族吼万百姓中间所拣选出来。不过即摆伊摕来讲什么人？保罗摕来称呼遮个基督徒吼，就是咱吼，咱是上帝所拣。伊用两个来描写，一个是讲伊是咱恁是上帝所拣的，是圣洁的，是安那？哦，得到疼的，是被爱的吼。圣洁这个咱来解说一下吼，这是咱华语翻译不得不的一个表现吼。伊讲圣洁，啊，不过这个原本的意思无迄个洁的意思，哦，没有洁的意思吼。上好的翻译是神圣，是 holy 是神圣，什么意思？袂使讲，咱袂使讲伊翻译圣洁是不对的吼，不能这么讲，因为迄个清洁是后来的事情，只是讲这个人是去互咱这个人是去互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拣选的意义就是神圣的哦，神圣这个字的意思分别为圣，这是上帝所拣选的。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恁得清洁，你们要清洁，这是正常的哈。所以伫旧约的时阵，伫旧约以色列人的教示内面，伊是用迄个洁净来指涉那个神圣哈，就是讲恁是上帝的百姓，你们是 holy， 是拣出来，分别为圣，所以恁得清洁，所以你们要洁净哈。啊，咱华语翻成圣洁，就把这两层意思夹做伙啊。所以咱知影，伊讲你是互拣选的，意思就是其实等义啦哈，意思感官等于是你们是神圣，啊，你是圣，哦，上帝所拣选的，哦，啊，你是得到疼，你们是蒙爱的。各位兄弟，当那保罗上帝话甲恁提示讲，恁是互拣选，恁是得到疼，咱听了哪？咱听了啥物感受？白，无啥物感想就。你是得人疼的呢，都毋是得人疼，得神疼的吼。你们是蒙爱的，然后你们是被拣选，你是用受拣选的。啊，哪咧讲的时阵，各位兄弟，恁听起来是啥物款的感受？啊，欢喜哦，真正咯，幸福。敢若阮坐伫遮少年啊，阿公阿嬷欢喜尔。看恁大家都一个面拢臭臭，我说嗨啊，是安怎跟着我就？为什么选到我？是这个感觉吗？无要紧，咱个讲落，哦，恁是受拣选，所以得安怎？12节继续，你那两和本哈，咱华语的圣经，你会念成你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那么咱台语的圣经伊是翻得较好哦，有俩的原本的意思，伊是讲要用怜悯的心、甲仁慈、谦卑、温柔、吞忍来称吼，
来称什么意思？如果是换上这个想法，就是说，你们要穿上爱称什么会？灵敏、温柔、谦卑、温柔、甲尊论，把这些德行哈，把这些德性称起来哈。奇怪，是安怎用称的？保罗常常用穿上这个名词，这个动词哦，伊甲以弗所书嘛是咧讲，是安怎？是把这的德性称起来哈。咱会当来讨论一下哈，穿上这个动词哈，会当用两个方向、两个方向来解释，两个方向来解说哈。第一个方向，若讲这的德行是要称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讲这的仁爱，这的仁慈、灵敏的心、谦卑、温柔甲吞忍，是你用称的，就表示什么话？表示什么？是不是你原本的内涵？是不是你生命的本质？不是嘛？所以保罗讲你爱干哪？称起来。头前12节之前讲的是一寡歹的代志，爱干哪？一些坏的本质要把它脱下来。即摆是讲这好的德行，知影干哪？得称起来。这有一站的意思是讲，这本来就毋是你的本质，你人本来是无这个本质的。即摆是因为你是互上帝拣选的，你是爱真做圣洁的，你是得到上帝听，所以你来甲这德行甲称起来。这些德行、德性包括他都讲到什么话？包括什么话？各位兄弟，我咱做一念一下好不好？我们把它回去。包括什么话？灵敏、温柔、谦卑、温柔，甲什么话？吞忍，对无？好，伊讲这本人的这本质，你本来是无的，因为你是受拣选，你是受上帝所疼，所以你要把这个好的德行撑起来，要把它穿出来，要穿上。第二站的意思，第一站意思讲，这不是，这些不是你们的生命的本质，不是你们的内涵，所以要给撑起来。另外一款的解说，我认为嘛是介水。另外一款的解说是讲，这本来应该爱真做恁的生命的本质的这些德性，你要甲挖出来，你要外显。人是安怎知影？你是有仁慈的人，人是安怎知影你是有怜悯的人？人要安怎看会出来你是有吞忍温柔的人？各位兄弟，要安怎看？要安怎看会出来你是一个谦卑的人？怎么看得出来？你讲我心内有怜悯，我心内有温柔，我心内有谦卑，有温柔，有吞忍，要安怎看会出来？爱做出来吼，爱显明出来。你若是藏伫外口，人就看会到。伫家在这个部分，还是讲的比较抽象的东西哈。下一句就很清楚了。保罗就是用一个例来解说。伊讲，恁若离彼有嫌隙，你们如果彼此有嫌隙，有嫌隙，有狭隙什么意思啊？嫌隙什么意思？讲恁两个人，恁彼此有嫌隙，有芳，有安那，看袂顺眼啊！一切都是从看袂顺眼开始哦。你若看一个人袂顺眼，伊讲的话你嘛安那，你嘛听袂进。你就最最的开始有误会，最最的开始互相讲歹话，互相怨恨，
好，伊意思是讲，你若是有嫌隙，就爱安怎？就爱三宽容，三下变。各位兄弟，再讲一个保罗伊介诚实、很真诚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地方哦。保罗甲哥罗西教会讲，你们彼此如果有嫌隙，你得爱三宽容、三包容、下并。所以保罗知不知道，伫因遮的圣道的中间，有可能有即款的代志？保罗知无？在圣道的中间会冤家呢，会互相怨恨呢，会互相讲歹话，互相攻击，会袂啦？会啦。保罗很诚实的承认有哦，会哦，会发生哦。保罗真诚的承认，你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市的教会，恁这个信徒，恁会有即款无好的代志。个人教会有家己要承认无？有没有啦？古亭教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有，还是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平安平安做平安，大拢好来好去吼，有好来好去无啦？当然表明好来好去，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嫌隙？有。上好是先进嘛，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哦。不过保罗讲无要紧，你爱三宽容，三下命。保罗要求爱三宽容，三下命，伊嘛佮举一个例，举了一个典范给我们看。伊讲，就哪亲像啥物话？哪亲像主捌下面令也着安尼，好像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主上帝已经赦免咱们来彼此三听来三下面哦。容易吗？不容易怎么办？不容易怎么办？大家回到哈多啊，咱哈多讲，伊讲你爱甲这好的德行啊呐，撑起来吼。各位看这里面有一点勉强。第一层解释，我什么讲？第一层解释就是讲，这德行，这好的德行，是不是你心的本质？不是啦，不过即马你爱知影，你的身份无共款，你是受到拣选的，你是得到上帝的疼，你是有圣神帮助伫你的性命的，所以你爱甲这好的德行撑起来，要穿起来。就算讲你的性命无即款的本质，你犹原爱撑起来，犹原爱照安尼来过你的生活。你讲？迄若照我性命的本质，我较有可能原谅你啦，我较有可能赦免你，因为你对我做遐尔侪歹的代志，无法度啊。毋过保罗伫遮伊提醒，恁是受拣选，恁是得到上帝所疼，恁着爱甲这德行撑起来。检查恁的性命内面。无即款的本质，无仁敏，无温柔，无温柔，无吞忍，按过恁着爱甲这德行撑起来，用咱生命所行做来呼应上帝已经互咱的稳定。你讲这歹做，这困难，唔免烦恼，信心甲咱伫咧，信心甲咱伫咧，咱无法度做，不过咱会较能够撑起来。要留下一个伤害咱的人，真正是最困难的代志，非常的困难。不过伊遮有大大的提示，就是亲像主下面咱共款。咱来想想，伫上帝的眼光，
上帝目睭所看咱每一个人，各位兄弟，敢袂介好，敢袂介水，敢袂介完美，会不会？会不会啦？你讲我是一个好人，这样举例好了。咱拜五暗时爱查经班，顶礼拜讲啊岁末啊，刚好是圣诞节，啊你查经一日来一个聚餐，来一个拍蜡，什么叫拍蜡？一人出一个菜对无？一个人出一样菜，哇！无拍蜡进前，拢唔知影大家是主厨呢。没有拍蜡进前，拢唔知影大家较高煮。我来的时候，我端了一锅意大利肉酱面的面酱起来，哇！看到因是啥物货？印度咖喱，啥物生活拢有啊，骰子牛排，大行拢有啊。平常时看袂出来，遐厉害看起来都呆呆的，以为亚瑟因刚才也要煮泡面呢。所以那个无输伫因个面头前拢挂册的很会煮哦，牧师很会煮菜哦。结果那天才知道，哇，当年团的他会做玉子烧呢。你看在玉子烧以上，你说煎蛋有困难吗？你若去日本料理店食迄个玉子烧你要知影遐个日本料理的厨师安怎做的？他的锅子你们有没有看过啦？你刚才也要架你是不？玉子烧的锅子是长什么形状？长长的，对不？拿一个盒子，对不？你要煮的，安尼变过来，最后才是那个玉子烧的样子，知道？对不？你要知咱团的玉子烧用啥物做？它用平底锅呢。平底锅可以做成玉子烧，厉不厉害？恁在外行的，因为无咧讲玉子烧他用平底就做成平底锅，就做个玉子烧所以你想看卖啊？平常时牧师煮的那些小菜，在团队面头前看起来什么？看起来没什么啦，炒个饭敢在我面前什么？耀武扬威你看知影我这玉子烧偌歹做的？各位兄弟啊，我要举个例在那些很厉害的人面前，你都觉得其实没什么啦。你知影伊目睭看你是无啥物货，不过人不管是偌高、偌摇摆、偌歹，你伫上帝面头前，敢是会摕起来夸口的？敢有啥物物件会当摕起来夸口？无啊，无一项啊。不过这款的情形，这款袂堪一个人，上帝拢已经赦免。上帝赦免我们。保罗讲一个，就是要举一个很 ultimate、很终极的一个例子。如果上帝会当赦免咱遮的罪人，是安怎？咱遮得到上帝疼的人，有法度互相彼此来赦免，来相宽容。伫遮已经是今年的最后一届礼拜，是吧？是吗？今年最后一次的主日，我私底下要求一件代志，好不？刚刚保罗很诚实，有没有很诚实？保罗有这生气不？有啊，他承认哥罗西教会是一个会有嫌隙，兄弟姊妹会起源给的教会。伫即马这个主日，今年上尾一个主日，咱可能教会嘛同款诚实，好不？
共款形式来面对咱即个信仰的群体，兄弟姊妹，咱中间嘛是会有嫌隙，会有冤家，互相无介意，甚至彼此怨恨。保罗要求哥罗西教会信徒，恁着爱三宽容、三赦免。即句话毋是干那放伫2000年进前的要求。即句话到今日，到2015年上尾一个主日，即句话即个要求，嘛是要放伫咱的心中，放伫咱的顶面。所以我要继续讲落进前，我要求各位兄弟，咱目睭刻刻伫心内想三个人的名，3个人的名字。你知影这3个人是甲你有嫌隙的，无拄好的。不管是你得是因，还是因得是你，你上袂介意的这3个人。放伫你的心内，咱甲目睭开起来，好不好？我们闭上眼睛，心内想这3个人的名。或许你说，魔术我内面不止3个，有30个呢。你讲无要紧，牧师里面有60个，你就想这些人的名字。你上帝来祈祷，你讲。阿爸袂上帝，我要亲像你赦免我一样，我要来赦免即摆我心头这3个兄弟姊妹，这3位伫固定教会，甲我相甲徛起，甲我相甲成长，甲我做伙领受圣餐，甲我做伙听讲道，甲我做伙伫圣心内面成做一体。这3个我最讨厌的兄弟姊妹，我要用你赦免我的模样，我来赦免伊。各位兄弟，你心内已经有做这款的宣告啊未？啊，是真正不止3个，你即摆拢掠啊袂了的。好，请你抬头。我无爱问恁心头，迄3个是倒3个吼？惊讲规个人归纳一下都是陈牧师，安尼我倒是这样的歹势。我知影这是无容易的代志，就算讲你下蹛伫心头已经上帝来求讨，讲我要赦免这3个伫个人教会内面我的兄弟，捌甲我得失过，也是我得失过，我2个人无好，这3个。我知影，就算讲下蹛你已经有想到，嘛已经赦免。讲兄弟，有缘是无容易。这一届提醒，你来甲这个赦免，亲像衫共款，甲安怎？甲穿起来，你要显明出来，你要显现出来。你等一下吼，礼拜煞足做了，你着参参徛起来，徛到伊面头前。啊，甲揽落，安尼好无？要无啦？无人要插我。你看在阮兜迄2个细汉的吼，2个小的冤家的时阵吼，大打出手吼，要怎么治他们？你知无？安怎甲砥砺？你知无？停止，面对面，揽做伙，然后说我对不起，因2个吼。死也不从，死也不从。啊，毋过最后嘛是爱揽做伙会死咧吼，揽到后面拢笑出来吼，头到外歹拢无要紧啊吼，叫因揽做伙最后到后壁拢笑出来。各位兄弟，你敢真正要甲你的疗伤、你的三赦免，藏伫你的心上？等者啦，互我看着恁小人，我就知影。伫遮的顶面，着藏仁爱，就是完全的决定。差不多今日要讲的内容要结束啊。
加意思是讲，在这些德行之上，吼，何本唔是安尼想讲，伊的意思是讲，伫下头讲到遮，你的温柔、灵敏、宽容、吞润，吼，遮一切三下面，伫遮的顶面，你哪有一件代志，就是疼，就是真爱，爱甲撑起来，吼，是安怎？伊讲疼、真爱，就是。完全的结连吼，伫遮颠倒台语的翻译可能有一点误会吼。你若讲真爱是完全的结连，这个完全的它不是形容词吼，完全的它是个名词吼。什么意思？就是讲真爱是会当甲顶面遮的结连，这完全讲错了，它是形容词不是名词吼。是讲真爱会当甲下到所有遐底行结连了，这安怎？这完全吼 bind together 吼，甲 bind 结连做伙，甲正做一体。希腊文的意思就参像一条锁链，甲遮的物件拢安怎结连做伙。为啥这？保罗介注重迄个疼的出现，疼的解说，疼的定义。因有检采你会当表现对一个人这仁慈，检采你会当表现出你这谦卑，检采你会当这温柔对待一个人，检采你会吞忍别人对你所行一切无好。这个代志拢有可能是伫无真爱、无疼的时阵做会出来。要相信无？搁兄弟，你会当对一个人做温柔，毋过你对伊无疼；你会当表现甲做谦卑，毋过你对你四周的人无疼。有可能无？各位兄弟，有没有可能？是的，是有可能的。这来回到耶稣基督对疼的认捌甲解说。一般咱认为疼，介容易走去讲。你疼你所介意的人，你喜欢你爱那些你爱的或是爱你的人，容不容易？这是这自然的代志。不过耶稣讲啥物话？你若干那疼你所疼的人，疼你的人，这样跟外邦人有什么差别？跟无信上的人有啥物差别？所以伫耶稣咧讲的疼，颠倒是咧注重讲，即个人是你自然无介意的人，即个人是你用你的生命本质疼袂落去的人，不过你要疼伊，这较是耶稣所讲的疼，这较是保罗伫遮咧讲的疼。如果我们只爱甲你下合的人，迄毋是一个疼的群体，迄叫做结党。各位兄弟，我毋知有讲清楚，我的台语敢若比大培好一点仔尔。现在大概感觉这个当魔术的台语有进步。我谢谢大培，下一次私会前一天要找我。疼，若是要表现，敢若表现伫你所介意的人顶面的心上，这个不是爱的群体哦，这个叫结党，这是结党。各位兄弟，个人教会是一个有疼的信仰的群体，也是一个会结党的教会。你认为呢？咱教会是一个有疼的信仰的群体，也是其实。看起来介些有疼，不其实咱是咧结党。我只跟那些和我合得来的人在一起呢。若是迄个我看袂顺眼吼，老死不相往来。你看到伊过一道，你嘛惊无看到。各位兄弟。
保罗提起，伫这德行灯明，在这一些德行的上面，哦，overall， 大家甲听撑起来，因为听是完全的结力。若无听，这个代志做起来可能是空虚的，做起来可能是无意义的。上尾。伊讲，互基督的平安伫你的心内做主。哦，这介重要一个概念，因为咱基督徒定听到，我定听讲，这个代志吼，我要决定要做还是毋做吼。哦，有介一个基督徒讲，我要看我的心头有啥货，有平安无？我若心头有平安，我就安那放心去做；若心头无平安，我就无去做哦。啊，毋过我相信，我若听着安尼，我要问一个，我要问这个讲的人吼，你讲的平安是你的感觉，还是真正耶稣基督的平安伫你的心头？那种看我心内有平安无，哦，来决定讲要做一件代志，还是无爱做一件代志，常常会变做是你心头你家己的感觉。啥物叫做互基督的平安？伫恁的中间，吼、是安怎叫做互基督的和平平安？伫恁的心内做恁的主，这是反而是无看重你的感觉，因为当咱伤过看到家己的感觉的时阵，表示上是咱生命的主，咱家己是咱生命的主。颠倒是气杀家己心头的感觉。我看这人足讨厌，大概溜啊拢减溜一项，减溜一粒。穿的衫我拢看袂顺眼。各位兄弟，这是你的感觉，这毋是基督的平安，平安伫你的心内。若无听伫咱的心内，若无愿意甲迄个主人迄个位让出来。咱就永远是靠咱心头咱家己的感觉，咱即个家己的主人的感觉，啊，伫决定代志。咱若真正有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心内做主，咱就无遐看到咱家己。一般本来咱的经验，咱的感觉，咱因过对人的看法。下带一直强调，这个礼拜是今年上尾一个礼拜，嘛是我伫国联教会第5档上尾一个礼拜，一个主日。而且真正就爱来邀请提醒咱各位兄弟姊妹，咱甲基督的平安放伫咱的心内做主，咱毋通。互咱过去的经验伫咱的心内做主，毋通互咱个人的感觉伫咱的心头做主，毋通常常讲，咱教会因过就无安尼做啊，无即个传统啊，咱一向毋是安怎做的，这毋是基督伫咱的内面做主，这是用咱的经验，用咱的传统。会咱所坚持的固执，伫咱的心头做主。咱爱学习，互基督的和平，互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心内做主。各位这这无容易。啊，毋过伊讲的，咱就是因为安尼受掉，成做一体。因为安怎？因为要互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心头做主，即个理由，上帝甲咱受掉，成做一体。后壁的经文我就无去刷落啊，要停止伫遮。咱爱知影，咱的经验毋是咱的主，咱的传统毋是咱的主。
咱来备办好势，咱来接受一寡界先甲咱的想法无共款的物件。咱是毋是有互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心内做主？也是咱有缘要照咱本来咱认为我的感觉要做咱的主？不是啊，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的经验，不是我们的传统。各位兄弟，伫遮保罗要提醒，咱的爱这勉强家己，把这德行穿起来，穿起来。上重要爱穿迄个对基督来的疼，爱穿起来。各位兄弟，你穿久吼，你生命的本质就变成安尼啊。我们常常穿着这些德性，我们就会成为这样的人。这需要有一点的勉强，袂使完全照咱家己的感觉，咱家己的欢喜去做代志。咱真正要有一寡的勉强。伫今日的讲道结束之前，搁来做一个邀请。等者足到了，你要做啥物代志啊？等者足到了，你要做啥物代志？去便所是无？当然会使啦。去便所之前，你要做啥物代志？各位兄弟，哈，拢无爱插我，有无啦？啊，我会去做哦，不要跑给我追哦，唔通抓我用呢。啊是等者，我会看到大家拢咧走，大家拢咧用。各位兄弟，等者我足到了，请留步，留一个机会，互我甲你揽一下，好无？好无啦？莫走哦，咱同心来祈祷。啊，要变上帝，阮感谢，阮是你所拣选。是分别真做事，是得到你的疼的一场你的百事。阮知影阮的生命本质内面，抑阁无人民的心，抑阁无仁慈谦卑，抑阁无温柔，抑阁无够吞忍。啊，毋过伫圣性的帮助内面，阮会当甲撑起来，阮愿意甲撑起来，尤其是要甲疼撑起来。阮甲你所享受这个水的德行，切伫阮的心上，阮的生命嘛要慢慢啊转变、转换，真做即款的款式。然后我要甲挖出来，已经毋是干那穿伫外口一领衫，是阮生命的本质，阮的内涵要显现伫外面。班长固定教会毋通真做一个激动的教会，是有基督的和平伫阮中间，是有主的疼伫阮内面的教会。最后恳求，2015年尾最后一个主日，阮要伫你的面头前，阮要来。三甲下面彼此来邀谢，我要甲阮的宽容、阮的原谅表现出来。一个拥抱可能无代表什么，啊，毋过这是阮要相疼、要相了谢的开始。由你赏赐阮有即款的勇气。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